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經過一甲子的歲月，27號該校舉行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，由真有特色甲指標性的音樂會早來精彩表演加開序幕，並且佇各界貴賓的共同見證，由董事長黃基正主持監考，考核節教授對代理校長劉秀祥手中接下印信，正式上任，場面盛大熱烈。我們期盼許校長與全體師生攜手同心，以穩健的步伐面對挑戰，以創新的思維開創未來。考核節教授的上任典禮，包括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以及東海大學校長張國溫等貴賓攏到場，並獻上滿滿祝福，相當溫馨，成為學校持續精進的重要力量。未來，政府極力來推動、來發展的這些文化產業，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。那麼，我們許校長正好有這方面的這個才能，那有這方面的經驗，所以他未來到我們貴校來擔任校長呢，可以說真正是適才適用，大家說對不對哦？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是全台唯一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的科技大學，在生活美學甲藝術設計等辦學攏有突出的表現。特別在少子化衝擊甲 AI 海應的趨勢，新任校長考核節表示，伊職責甲首要任務就是傳承優秀的工藝甲生活美學，將技職教育的職人精神發揚光大。把過去的這種傳統的工藝跟工匠職人的精神，還有我們也是全台灣在生活美學上是一個最維持最好的一個學校。那未來呢，我們秉持這樣子的精神，能夠把台灣技職教育的職人精神，把它發揚做得更好。其實新任校長佇該校台南嘉轉年代，就佇美工科擔任教職，如今閣回到母校接任校務。伊表示，不只是一份榮耀，更是一份責任甲使命。伊佇各界支持甲鼓勵，伊將持續傳承創新共好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